爱台语，爱台语。讲到学习语言的动机，人人无同。像有的人会去学韩国话，简单因为望有一天通甲偶像讲着话。虽然一世人可能拢无这个机会。若讨论语言学习的诱因，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。毋过，伊背后规个归纳起来，也是因为爱。无论是爱钱、爱偶像、爱知识，也是单纯爱语言的本身。像我一直无法度爱英语，所以烧甜数10冬，到今也无法度甲伊和平斗阵。各种的国文老师对我真好，互我发心甲本身足烂的中文学好好，这就有爱伫内底。我佮意法文写出来的气味，所以学过1、2个月的法文。佮伊缀合，所以学过1、2个月的德文。但是这个一时兴兴的行动，上到尾无法度直直动落去。毕竟任何一种语言拢有难度，若你的爱无够，绝对无法度一直动落去。大汉才阁学一种新的语言，绝对足辛苦。所以我完全会使体谅遐个最后也是放弃台语的少年人。因为我家己的语言天分就足弱，经历过侪相像的经验，就算有金钱或者工课的诱因，嘛无保证你有法度甲一种语言学起来。学语言本来就真简单，终其尾，你还是着爱对这个语言有爱。所以，真侪父母伫囡仔细汉的时，毋肯教因母语。其实是足残忍的行为。有一天，当因想要甲染条咧的时，煞着爱千辛万苦找找。一种语言有路用无路用，袂使遐尼看短无看长。真侪即马足兴的语言，以前嘛捌经历过乌大散的阶段。中世纪的英语是庄脚无知识的人咧讲的话。中世纪的法语是学者袂瘾研究的菜市仔话。中世纪的日语，干那查某人摕来写物件，查甫人卖就是学汉文写汉文。这个可能拢离即马伤远啊！20年前的韩国话根本袂妨想要学，一种伫散赤半岛顶悬，历史上毋捌发展出啥物传世经典的语言，学了会使创啥物？放弃家己母语的民族，将来必然无啥物前途通讲，因为永远会有比恁搁较敖学遐个外来语言的人，因会永远走伫恁头前，恁当仔永远伫后壁落，恁所栽培的果子嘛会自然变成因残远的收成。